吃点别的吧。啊。哎，等一。坐。擦干净了。自己吃的好好的，你非逼我吃，我没逼你吃呢。我听到了。啊？干嘛？让你逼我吃脑花。真的？你尝一尝。啊！小，怎么样？好吃吗？再来一勺，再来一勺，真的超好吃啊！乖。队长，下周的亚洲预赛省内选拔，咱们队订了几点的票？我妈说要送我。队长，干什么呢？没啊，怎么了？哦，下周的亚洲预赛省内选拔，咱们队订了几号的票？周五下午2点。哦，行。你们先吃，我先回去了。你饭都不吃了？你去哪儿啊？打游戏，赛前放松一下。不带吃点。怎么了？知道吗？怎么回事？什么情况？吃吧吃吧。好不好？真好，好不好啊？怎么了？哎，我吸不到珍珠。哎呦！又开了。哎，拿着。你这个扣有点大呀。好啦。你干嘛？牵手。哦。